小朋友打死，他会打。完了，你才来！完了，你才来！没有，我刚刚看见。没看直播，我们直播了。我刚睡醒，我才看到。教练在前面，你没看？呢個係東北嘅老闆，不過佢都係喺廣州開游泳館，咁佢只能夠係按當地嘅傳統，係咪？廣東係醒獅嘅，廣東同埋廣西其實都係醒獅嘅發源地。廣西嘅藤縣呢，係同佛山嘅西樵係馳名於嗰個醒獅活動。民間嘅醒獅其實就係發源於呢兩個地方。今日我嚟遲咗啦，所以冇見到佢最精彩嘅嗰個係掉生菜、食生菜嗰個環節。而家已經係剪彩嘅環節啦。小朋友而家或者係每個人都有機會去攞嗰個手花球。呢個唔係好傳統嘅醒獅活動，因為呢個係剪彩嘅。我下一次帶大家去睇花都區村入邊嘅醒獅活動，嗰個係好有經驗，係非常之完整嘅醒獅直播。我經常喺抖音直播間直播，冇喺外網直播。黑色衫嗰個應該係老闆娘。東北人喺廣東做生意都按翻呢個習俗剪彩。